嘅母親節，節目《樂壇風雲50年》就舉辦咗一個名為《送給母親最愛的說話》短片比賽，反應非常熱烈。而我哋亦都喺芸芸參賽作品當中選出一條最佳嘅短片，不如我哋而家就慢慢細心欣賞下先啦。我病嘅時候，佢通宵達旦咁樣，好似喺醫院看夜咁樣守護住我，感覺上就好似企喺安全島一樣咁安全。好多謝你啊，呢位女強人，多謝你保護我20年。係咪好溫馨、好感人，要錫晒媽咪咧？我而家直擊睇下得獎者嘅開心情況先。Hello， 咁多位。係啦。Hello， 唔阻㗎，大家咁多時間係啦。Sunny同埋 Auntie 一齊出嚟傾幾句咧。好，冇問題。係啦，咁啊，首先咧，好想問下阿 Sunny 咧，點解你會構思到呢一條片出嚟嘅咧？嗱，其實點解會構思到呢條片咧？事關就我媽咪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護士嚟嘅。咁我當因為佢亦都曾經即係服務過沙士期間啦。咁所以我就當佢係一個好英雄嘅人物啦，同埋一個偉人。咁所以就用咗偉人呢一個主題去拍強人嚟拍呢一個主題嘅。既然係咁樣啦，咁你仔仔得到獎，你開唔開心啊？非常開心啊！得獎者Sunny除咗可以得到豐富嘅名貴獎品之外，仲可以得到由紅星酒家送出嘅母親節酒席一位。Sunny咧就同媽媽仲有其他親朋戚友一齊享受呢一個豐富大餐。